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6月12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的第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东背一个担。东背一个担，咱台湾人可能较困难明白，因为事实上呢，常听人伫咧解说这段经文内底，拢误解这个经文的意思。虽然早期台湾也有这种做事的人内底因也有牛车吼，但是首要的原因就是讲，台湾的牛车是一只牛咧拖。圣经中间保罗所咧讲的教导，毋通来东背一个担，这个基础是无共款的。牧师会放这个两张图吼，互咱来看吼。这个台湾的农业的情形呢，是一只牛拖着这个犁咧犁田。保罗所讲的袂当东背一个担，是亲像第2幅图共款。这个图其实就是咧描写着迄种伫较中东还是埃及因这个所在，因这个牛车是2只动物在拖吼。透过这个图片呢，咱就知影着讲，当你用2个无同款的动物在拖同一个担的时阵，就较有困难吼。咱知影亚伯拉罕伊领受着上帝的呼召，上帝应允要互伊拿像天顶的星的这个子孙，搁要互伊做大国。但是75岁的时，伊还无有囝。亚伯拉罕以及撒拉心内就着急所以撒拉就将家己的女婢来互亚伯拉罕，为了亚伯拉罕生一个囝，叫做以实玛利。但是咱看到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讲，夏甲并毋是犹太人，可能伫文化上、思考上，也是讲咱咧讲信仰中间，甲犹太人是无共款的。原本女婢即马来成做这个主人眠床边的人，而且佫为着主人生一个囝，伊就自认为比伊的主人的太太佫较厉害，所以就看袂起撒拉。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并毋是上帝的旨意吼。上帝所要赏赐予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因家己生的囝，就是伊甲撒拉所生的囝，并毋是要甲别人生的。佫较毋是对这个仆人的后代所选出来，因为迄毋是上帝的旨意。佫较因为这个咱知影无共款的吼这个无共款的种族，无法度背同一个担。圣经安尼讲，亚伯拉罕的某撒拉无有替伊生儿女。撒拉有一个女婢叫做夏甲，是埃及人。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讲：上主互我未为生育，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吧。无得卡，伊会当替我生一个囝。亚伯兰就同意撒拉的话，撒拉就将夏甲交予亚伯兰做婿仪。这个事伫亚伯拉罕住伫迦南10年了后所发生的。亚伯兰甲夏甲同房，伊怀孕，就发现家己有身孕，
伊就骄傲起来，看袂起女主人杀来，阿伯兰埋怨，拢是你毋对，迄个查某囡仔才会敢看袂起我。我将伊交互你，伊知影伊家己有身孕，就看袂起我。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主持公道。安尼错误的作为造成家庭的纠纷，就好若亲像咧打迄个打，两边因为即个品种无共款，就产生自我矛盾以及即个拖车的困难。保罗提到伫信甲无信的袂当同辈一个打，即个前提伊是讲到迄个异教的影响。保罗伫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记载中间，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18节所讲的，毋通甲无信的人同辈一个担，好若亲像正甲蛇怎会当合作？光明甲黑暗怎会当共存呢？基督甲魔鬼怎会当协调呢？信甲无信的人有甚物共同的所在呢？上帝的圣殿甲偶像怎会当徛做伙呢？咱是永生上帝的圣殿，亲像上帝所讲，我要甲我的子民同住，要伫因的中间往来，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因为安尼主讲，恁爱离开因，对因中间分离出来，毋通捌这个无清气的物，我就接纳恁。我要做恁老爸，恁也要做我的儿女。这个话是我全能的主所讲的。伫这个所在的无信，事实上咧讲到异教。基督徒袂当甲异教来同列做伙，这个概念其实毋是新的。这个异教的概念也好若亲像这个上帝袂当甲偶像摆做伙吼。这10条界中间的前2条界就讲真清楚。摩西讲：我以外，恁袂当拜别的神明。毋通为着家己做任何的偶像，毋通仿造天顶、地上，或者是涂骹底、水底任何的形象，毋通跪拜任何，也是侍奉任何的偶像，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绝对无容允甲我对敌的神明，怨恨我的，我要处罚因，甚至到第3、4代的子孙。但是遐个听我、遵守我命令的，我要用慈爱来款待伊，甚至到第1000代的子孙。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到第6节的经文。保罗佮进一步来教导，伊安尼讲：亲爱的朋友，虽然阮得到这个应允，阮应该爱洁净家己，除去一切互身躯甲心灵污秽的事物。敬畏上帝的生活中间达到圣洁，这正是保罗教导袂当同辈一个担真正的意思。所以千万毋通甲伊误解简化，真侪人甲伊套用伫即个婚姻顶悬，咧讲着袂当甲非基督徒即种的关系顶悬。真保守的禁止拒绝信徒的婚姻，其实伫纯粹的信仰顶悬，咱必须爱有清气的信心，
袂通有染杂，因为咱所相信的上帝是唯一的，是独一的，所以毋通拜偶像。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上主啊，求你显示你的慈爱，照你的应允拯救我，我就通应答凌辱我的人，因为我靠你的话。求你毋通将真理的话对我的喙抢去，因为我仰望你的判断，我要继续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我有追求你的律例。我伫君王的面前讲论你的教示，嘛袂抵到见笑。你的诫命互我喜乐，因为这的诫命是我所喜爱。我尊重佮喜爱你的诫命，我嘛要哪念哪想你的规例。感谢上帝，你呼召阮成做你的仆人，求主你互阮会通愿意甲人同心同工，尽心尽力来成做主你的工人。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